抑郁症即马互世界卫生组织列做社会经济负担第2悬的健康问题。对2018年以来，咱台湾嘛有超过40万的患者去医生看。即马三军总病院有一份研究发现，治疗失智症了后，嘛会出现其他的病症，亲像食食会有障碍，嘛会出现打癣、听力障碍，所以提醒患者和临床的医生就要加注意。伫台湾，因为抑郁症就医的人数真多。根据健保署的统计，自2018年以来，已经有到40万人次。三军总病院研究团队特别针对治疗抑郁症了后的患者去研究，发现这患者有可能会出现其他的病症。忧郁症的病人呢，他也可能会有饮食障碍的问题，那另外也会有肝癣的一个情况风险出现。那另外也有可能因为忧郁症使用药品治疗之后，可能也有产生那个突发性耳鸣的一个风险存在。根据研究，抑郁症患者若是有饮食障碍，行低落的风险会比一般人加出1.8倍。研究团队指出，这患者也常常会去看内科、中医、家医科等等，提醒临床医生都要量早注意到。另外，针对抑郁症患者后续定调打癣的情形，研究者强调，虽然食抗抑郁的药物有侪种副作用，不过会当降低打癣的发生率。忧郁症的病人，他可能会增加肝癣的风险，没有错。但是如果有好好服用药物的话，它其实可以降低大约31% 的一个罹患肝癣的风险。所以我们其实想呼吁大家，其实就是好好的遵从医嘱，就会有蛮不错的一个效果。另外，高立田副教授也指出，患者食抗抑郁的药有当时会常常出现听力障碍，不过发生率非常低。建议患者若有相关的症状，会当主动提醒医生注意，才袂耽误治疗。记者卢尚如、曾俊尧台北报道。